经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
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承受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承受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
最大的掌声，将一切的荣耀，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哈利路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让我们安静在他的脚前，向圣灵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我再次到你跟前，浇奠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我，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的喜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想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到你跟前，浇奠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的喜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想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想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将我更新。我更新。能算什么？历经眷顾，历遍家家生真实。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为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想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座前，举起向你献上我所有，毫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我己，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记忆。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我己，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记忆。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我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记忆。我
亲密。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献上自己，成为你的亲密。主啊，愿我们的一生都为你来歌唱，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心中彰显。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用嘴唇来敬拜你，更是用生命来荣耀你。愿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被你充满，顺服于你。求主你来恩膏今天的敬拜，让圣灵自由的来运行，使每一个人都真实的来遇见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至圣全能神，因他私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私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场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场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在母腹中就已经拣选我们，但你不要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你要我们的生命成熟成长。所以当你透过环境磨练我们的时候，也求主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这是你爱我们的方式。现在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供你圣工所用，求主悦纳。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先来读这个礼拜的经文哈，约翰福音21章1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第3次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难过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17节。再一次，耶稣第3次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难过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17节。好，我们接下来的报告哈。那本主日是庆祝圣灵降临节，那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教会，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遵守大诫命，来完成大使命。好，再来路德记跟那个哥罗西书的圣经共读已经都在开始了哈。今天那个路德记已经最后1章已经结束了哈。明天开始就是哥罗西书，然后欢迎弟兄姐妹上教会的 YT 频道我们有直播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来追求上帝的话，跟教会一起有共同的读经的进度是非常好的哈。然后欢迎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再来，本周的爱餐是暂停的因为下午有长执会的关系。那如果各小组有安排聚会的，那午餐请自理。然后周三祷告会，我们时间是在5月27号礼拜3晚上8点到9点。那地点是在49号的7楼礼拜堂。那主理是翠林长老。那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用祷告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好，圣歌队有合唱技巧的研习那时间是6月13号礼拜6晚上的6点到9点。那我们的讲师是杨胜安老师。那我们在49号的2楼礼拜堂。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有兴趣的可以来旁听。那请要报名请向我们的那个圣歌队的队长潘队长来报名。那因为要预备材料跟那个乐谱的数量所以请6月6号以前来报名。好，那有一段影片，那麻烦请服侍同工播放。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那圣歌队也需要男中音那也欢迎一起来加入。那这个课程都是免费的好，再来我们请那个钟义长老来帮我们报告这个台语夏令营的部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特别来报告，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你的儿女们升小2到升国1的升7年级的学生在7月13号跟17号台语文艺夏令营这是教会首次办理的台语夏令营我们说呢，你会语言越多的话，
你接收讯息新的知识也能够越快越新。所以呢，我们让我们的儿女们能够多一种语言多一种语言来吸收新的知识。所以今天台语夏令营是我们第一次办的，而且名额只有20名而已，名额只有20名而已。那如果可以的话，欢迎大家尽快到本堂1楼的那个公布栏，你扫 QR code 来报名。20名到我们就截止我们都要截止。所以7月13到17，那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你的亲戚朋友他们的子女可以符合这个升小2到升第7年级的这个范围，也鼓励欢迎一起来报名参加，谢谢。最重要的忘了，我们师资是非常坚强的我们师资有桃园市的语文竞赛台语朗读跟演说的评审，那还不管是在手工艺、歌唱、舞蹈拼音等等都是在学校都有专业的老师所以这些师资阵容是非常坚强的所以请各位同学、不是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能够鼓励你的子女们，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可以的话一起来报名参加谢谢。好，谢谢钟义长老。好，接下来就是松大讲座每个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那主题是陪你走一段那些无法说出口的时刻。那讲师是邱春兰心理咨商师，那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然后再来是阿嘎贝儿童夏令营新世纪福音勇士，那主题是破解网络成瘾，那时间是7月6号礼拜1到7月10号礼拜5，那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那如果说是5月29号以前报名的，享有早鸟价是1200块。那原价是2000块那目前报名的有29位，那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再来，今年是松大的30周年那我们有举办一个旅游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礼拜4到礼拜6，那我们要前往高雄的冈山分校，那参加这个旅游。那详情我们在公布栏都有海报，可以大家去看。那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不限松大的学生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那目前已经满1车了已经有满1车了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参加。那6月底报名有早鸟价是5000块，那报名请找翠芬长老来报名，那赶快报名好，再来。5月30号青年礼拜暂停1次因为青年牧区要到台北林良山庄去，有参加那个约书亚乐团敬拜巡回。那我们是下午的1点在江南教会的门口集合，那自行前往的3点要到林良山庄的门口，在那边会合。那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聚餐那聚餐的地点是在什么欧提美式餐厅那当天的青年礼拜就暂停1次。再来银发芳香按摩工作坊这个是总会举办的一个课程那时间是5月30号礼拜6早上8点半到4点，那在我们江南教会49号上课。然后有要报名的长老会的会友报名是800块，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好，再来恭喜郭威林弟兄跟郑嘉玲姐妹在5月20号礼拜3已经有举行了结婚的典礼，那愿神祝福这对新人那这个郭威林弟兄就是郑坤跟秀玲夫妇的大儿子好，接下来5月25号到5月30号，那牧师要外出他参加世界展望会举办的到北越去参访少数民族的这个事工，
那也欢迎弟兄姐妹为牧师来代祷，让牧师这个行程出入都能够平安，有收获满满。好，再来我们来宾介绍，我这边有一位是何家田姐妹在我们的当中，那请起立，我们大家欢迎她。何家田姐妹，好，请坐。好，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没有。OK， 好，再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15节，预备来。他们吃过以后，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难过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郑重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上帝。接着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以上。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陈柏志牧师来讲道，主题是尽责，尽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晓得你有没有领过200万？200万有多少呢？这个礼拜我去银行领了200万哦。回家的时候呢，心情怎么样？很紧张。虽然银行很近，可是呢，这段路呢，心情呢忐忑不安，因为呢200万，哇，这么多。不过呢，这个200万不是台币，是越南币200万。台币多少钱呢？台币3000块。所以没什么好紧张的，因为这礼拜要跟着这个世界展望会去越南哦。那这次要去的地方呢，是在孟昂，在越南的非常的北边，靠近辽国的边界，边界。那这是世界展望会他们评估呢，就在越南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哦。那在9成当中都是少数民族，那当地的儿童呢有这个营养不良、辍学率高，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就学的问题。所以这次要去关心、去资助。那这是世界展望会已经在这个地方的事工第8年。那在这个事工当中呢，我有去参与世界展望会的一个认领的活动。所以呢，在这个礼拜3，接下来这个礼拜3，会有一个是小朋友，我已经被一个小朋友认领，不是我去认领小朋友，是我被小朋友认领。所以这个礼拜3呢，他就安排一个见面，跟你说认领的这个小朋友见面啊。虽然不是认养，你是每个月用一点的钱来帮助他们。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让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决定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出生、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做决定，但是他们可以在这个认领上面呢，决定他要给谁来认领，所以是带着一个期待，又带着一个不是带200万回家的这种心就是能够看见在不同的地方也有需要关心的孩子。那除了在这个世界展望会的事工，牧师上个礼拜主日请假外出，下个礼拜天主日也要请假外出因为牧师今年有去参加一个管理硕士的学分班，那这个是用网络上课，但是他有5次要求要去现场实体上课，是在礼拜天，那可以请假1次，但是下礼拜是期中考，所以牧师要去参加期中考试所以越南回来之后要参加期中考，
所以下个主日的这个台语讲道呢，好，牧师请了林顺正长老，华语礼拜呢请了黄家生长老，好来主理啊，好也请弟兄姐妹呢，然后给予支持，好，那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或是我们每一个长老，好都能够有机会呢，好来分享上帝的话，好成为一个传道人，阿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好，那也是在这系列讲道当中，牧师要分享的最后一讲。什么是圣灵降临节呢？好，圣灵降临节呢，好就是上帝的灵，好要与教会同在。而教会领受圣灵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虽然圣灵降临节不像圣诞节，虽然不像这个复活节这么样大肆的庆祝，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节，我们每一天都要为耶稣来做见证。那圣灵降临节也是一场受职典礼啊，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受职典礼？好，那这是牧师在2年前，好，2024年的5月26号，好，在迦南教会的受职感恩受职礼拜，好，就职典受职典礼啊，好，那在受职当中，就是要领受的职分是什么？就是成为迦南教会第6任的牧师，好，你觉得这个责任重不重？这个工作要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好，所以这是需要一个在上帝的面前，也要在众人面前。那牧师跟上帝立约，好，那牧师也要跟会友、跟弟兄姐妹一起立约，好，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好，但是呢，时间一过，已经快要2年了，好，2年的时间呢，好，那也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感谢每位同工，好，让牧师在这就任这2年当中呢，好，能够如期的来完成特别是去年迦南教会60周年的活动。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也把这张的照片呢，就放在我的书桌的上面，书桌上面，就是你每一次呢要做教会事情，你就要记得这个画面，所以也跟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弟兄姐妹托付你的工作，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好，那圣灵降临节也是一个受职典礼，圣灵降临节也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受职典礼。我们说一次，圣灵降临节是基督徒的受职典礼。为什么圣灵降临节是基督徒的受职典礼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见五旬节的那一天，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用15种国家呢不同的语言，都在颂赞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而在那一天当中，教会诞生了，有3000个人洗礼，而彼得就在一段的讲道当中促成了教会的诞生。在他的讲道的最后一段，使徒行传2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这段经文是在我们去年7月使徒行传共读的时候有读到，好，不过已经过了快1年了，我不晓得你对这段经文还有没有印象。但是这段经文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就是五旬节的目的，就是要让地上的人知道，在天上耶稣基督就任了，耶稣基督受职了，神已经立他为什么？主，立他为什么？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英文就是希腊文就是 Christo。 耶稣已经成为基督，成为那万世的救主，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把这样的讯息带到地上来，透过这120个门徒，然后有3000个人扎心，然后他们就悔改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而教会就在那天开始。而使徒行传后面说，他们就凡物共用，过着团契的生活。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非常熟悉的五旬节。但是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经文，是我们在今年的复活节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耶稣复活之后来到了提比利亚的海边，那些门徒呢，就是已经扣掉上吊的自杀的犹大，剩下11个门徒，他们又回去加利利海边做什么？不是去传福音，也不是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回去做什么？他们回去捕鱼，而且他们捕鱼呢非常的辛苦，一整夜划着船，可能是1艘2艘，然后呢追着鱼跑，可是抓了几条鱼？圣经说他们抓了0条，没有打着什么，没有半条的鱼。到一直到天都快亮了，突然岸边有一个人叫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听见这话就
把渔网撒到船的右边，结果一捞上来，捞了几条鱼呢？153条的大鱼，好，153条的大鱼，好，连船都重到快要沉下去啊！他们干渔夫这么久，好，从来没有抓过这么多条的鱼。但是呢，耶稣的一句话，让他们整夜的劳碌没有结果，可是改变了好他们的结果。彼得一听见这声音，看见在岸上，就说：“是主！”赶快打着赤膊跳下去，用游的好游到岸上，好，大概游了100公尺。游上岸之后呢，耶稣呢为他们点火烤鱼，然后说：“你们来吃早餐。”耶稣跟他们一起早餐。而在这早餐当中呢，耶稣特别把彼得叫来，然后呢叫了彼得，好，跟他说了3句话，说：“彼得，彼得，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这些是哪些？可能是153条鱼，好，这些可能是他的渔船，这些可能是他的人生的目标。好，他本来是一个在跟耶稣从加利利跟到耶路撒冷的门徒，现在从耶稣死了，然后呢复活了，好，可是他们又从这段时间，他们却好又从耶路撒冷回来到加利利继续捕鱼啊。耶稣问他们：“你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在这段圣经当中，好，爱这个字在我们中文也好，好，台语爱台语怎么说？听，还有呢，爱，好，听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好，差不多了。好，听就是爱到会痛，就是听这样子。好，那爱呢？好，在中文的当中，好，我们的爱呢，好，就是只有爱，好，那或是亲爱、疼爱，好，然后呢，用什么样的形容爱？可是在希腊文当中 C.S. 鲁易斯他写了一本书叫《4种爱》，希腊文可以好分成4种。耶稣用这4种爱的其中2种来问耶稣 ：Peter, do you agape me？ 好，你爱我吗？好，你爱我吗 ？agape 好，在希腊文当中，好4种爱的最高的一种，是一种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我们把中间那个黑色的念一次：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彼得，西门的儿子彼得，你愿意用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来爱耶稣吗？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答？愿意。哇，感谢主。彼得说：“主啊，我爱你，好，我爱你，我愿意爱你。”可是彼得他回答的爱呢，是说：“主啊，我 philia 你，好，我愿意用什么爱呢 ？philia 是4种爱的第3种，好，就是兄弟朋友之间的爱，好，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朋友之间的爱来爱你。”你觉得耶稣听了满意还是不满意？不满意，你不满意。耶稣没有说他满意不满意，但是呢，耶稣又问第2次彼得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 那个 love 就是 agape， 你愿意用神圣的、无条件的、愿意牺牲的爱来爱我耶稣吗？彼得呢说：“主啊，我愿意 philia 你，愿意用兄弟朋友之间的爱来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早餐还没有吃完，耶稣第3次又问彼得。这次耶稣呢，不是用阿嘎佩的爱来问他，耶稣问彼得说：“彼得，耶稣把他的这个爱的标准降到第3个，你愿意用 philia 兄弟朋友之间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连续被耶稣问3次，他就非常的忧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 philia 你，我真的是用兄弟朋友之间对你的爱来爱你。”这3种的爱，或许在圣经上没有可以。如果我们看中文，我们是看起来啊，耶稣干嘛问3次？但是这每一次呢，其实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而更重要的不只是耶稣问彼得，还有彼得回答之后，耶稣对彼得说了3句话。第1句话叫做“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说一次。当耶稣用阿嘎佩说：“彼得啊，你愿意用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愿意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啊，耶稣啊，我愿意用兄弟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告诉他说：“好，那么你喂养我的小羊。”
喂养就是给他吃给他喝，小羊就是小只还没有成年的羊。所以耶稣告诉彼得，你愿意的话，你要做牧羊。什么样的牧羊呢？初阶的供应。请大家说一次，初阶的供应。你有没有喂过小朋友？刚出生的小朋友可不可以给他吃牛排？吃了会怎么样？消化不了。这个牛排是很高级的你不给他吃牛排，你给他吃和牛好了。刚出生的婴孩，你给他吃和牛，他吃得下去吗？你给他吃龙虾，他吃得下去吗？他只要什么？牛奶不是牛奶，母奶，妈妈的奶。这是他最需要的。所以在初阶的供应就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小羊当中你不能给他吃咬不动，因为他还没有牙齿，他还没有完全的茁壮成长。你给他虽然再好，但是他这个年纪消化不了，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你要给他刚刚好，就是他所需要的，按照他的需要来供应他。所以当彼得说，主啊，我愿意用兄弟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说很好，那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彼得，你愿意用神圣无条件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愿意用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说，那你牧养我的羊。好，请大家说一次，你牧养我的羊。这一次跟前面的有什么不一样？前面是喂养，这里是牧养。前面是小羊，这里是什么？羊。牧养它的希腊的原文里面就有牧养、引导、治理、管教。你有没有去放过羊？没有放过羊，只有听过放羊的孩子。但是我们在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去放羊。如果是在欧美，在中东，他们游牧民族在放羊，他们是要逐水草而居这个羊要怎么样移动，要行动，要迁徙，所以他们要必须去寻找草，去寻找水源，他们不能够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就算他们是圈养的，他们也要每天怎样带出去吃草喝水，然后到了太阳，小羊儿要怎样回家，太阳下山的小羊儿要回家，再回到他们的羊圈里面去。但是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每天要出门回家的这条路上，可能会有什么大野狼，在这路上可能会有狮子，在这路上可能会有陷阱，在这路上可能会有岔路，会有迷路。所以在这个牧养的阶段，你要引导他，你要用你的声音，用你的杖，要治理它。有一些羊比较调皮的，不听话的，你就要派牧羊犬出去，要把它管回来，要把它吼回来，要管教它，告诉羊，要听主人的声音。所以在第二个阶段，你愿意用神圣的爱来爱我。彼得说，主啊，我愿意用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说很好，那你就好好的来引导治理管教我的这些臣羊。所以第二阶段是进阶的治理，请大家说一次。前面是初阶的供应，到了第二阶段是什么？进阶的治理。耶稣要彼得，你不仅是给他们吃，你还要管好他们，让他们是安全的，让他们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的，而且呢是不会冲动，不会掉入陷阱的。所以在进阶的治理当中，我们看到这一群的臣羊，他们呢不仅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他们可能会遭受到攻击，可能会危险。在这个阶段，他们好像是一个爸爸妈妈在照顾小孩子，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哦，不要跟着陌生人哦，别人给你的糖果呢不要拿，然后同学要请你抽烟，绝对不要抽烟，你要不断的提醒他们。这也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当最后一次耶稣降低他的标准，说彼得啊，你愿意用朋友的爱、兄弟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愿意用朋友兄弟的爱来爱你。耶稣说很好，你怎么样喂养我的羊？第一次是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是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把第一次、第二次都加起来，叫做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他是不仅是给他吃给他喝，也要照顾所有的羊群。所以在牧养的第三个阶段是终极的守护，从初阶的供应到进阶的管理，最后要终极的守护。好，请大家说一次，
终极的守护。所以牧羊的工作，就是耶稣交代彼得，没有第4次了，有没有第5次？没有，因为耶稣再来不久就升天了，所以彼得就领受这3次，而约翰帮他记了下来，帮他记录了下来。而最后一次也是耶稣最后的交代，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要彼得所做的呢，就是把前面3次的，从出生的小羊到长大成熟的成羊，从过去他们吃草喝水，然后到他们一路要引导要保护，到他们要终身的照顾，就好像买了一个寿险，买了一份的保险，有终身的保障一样，你要把他们带到终点。哪里是终点呢？哪里是终点呢？这段经文呢，是这个耶稣给彼得复活之后给彼得的很重要的3句话，而同时呢，也是牧师在就任成为迦南教会第6任牧师呢，常常提醒自己的，牧师的工作就是要做好牧养的工作，对小羊要尽责，对于小羊要尽责。小羊其实是好牧养还是不好牧养？不好牧养。但是呢，如果你有生过小孩，当过爸爸妈妈，你觉得小时候比较好养还是长大比较好养？牧师娘笑得好开心哦。小时候觉得很困难，可是小时候你会回想起来，小时候真的是很好养。长大了他怎样？嘴硬了，然后呢，你说1，他就回你2，你要他往东，他就给你往西，你要跟他讲，他又讲不听，你会发现还是趁小的时候，哇，牧养小羊容易多了。在小羊的牧羊当中，是一个牧养的一个初阶，是一个入门。在教会，我们教会有没有小羊？有，我们在育婴室这边有很多的小羊，这些小羊还真的跟羊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现在有的会长大了。在我们隔壁49号的5楼、6楼也有很多的小羊，他们已经上了这个幼稚园的、国小的、国中了，他们呢还是一个很好、容易牧养的。这个时候要给他们，是要给他们牛排，还是要给他们奶？如果他们来教会，小朋友，3岁的小朋友，我们来读创世纪，我来念创世纪给你听哦。起初神创造天地，3岁的小朋友他听得懂吗？他听不懂，他消化不了，所以你要怎样？你要跟他唱诗歌，你要跟他玩游戏，你要跟他讲故事。你要讲故事的时候，还要停下来给他喝水、吃点心，他们才怎样集中注意？他们注意力只有15分钟，15分钟他们注意力就用完了，所以要叫他们出去跑一跑、动一动，再回来继续再听这样子。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是我们的小羊。还有在我们的教会，刚刚来到教会，对于教会一窍不通，对于教会还不了解，他们也是一个初信的小羊，所以这时候要按照他们的需要来牧养他们。而第2阶段就是要对成羊，成熟的羊可不可以再给他喝奶？你给他喝奶，他的营养够不够？如果你每一天都早餐喝牛奶，中餐喝牛奶，晚餐喝牛奶，你会怎么样？你的整个牙齿都没有咬过硬的东西哦。这个小朋友牙齿要长得漂亮，就是怎样？小时候要给他怎样？咬合，要咀嚼，要给他咬硬的东西。所以小的朋友你给他吃芭乐，让他咬，他牙齿就会发育的好。小时候都吃软的，吃糖果，吃汉堡，吃薯条，这么软的东西，他牙齿就会怎样？长出来，他的牙齿就会随便长，随便长，因为没有被咬合、被训练。长大之后就要花钱，就要去矫正，你就要甚至还要去戴牙套等等。同样的道理，在这些小成羊当中成长的阶段当中，不能够再喝奶，不能3餐都喝奶，不能够每个礼拜都是在读经句，然后呢都不读圣经。正好，你每个礼拜只有读经句，就是你每天都只有喝奶，却是没有去吃那个硬的，去吃那个原始的食物。我们需要有真理的牧养，甚至在吃原始的食物的时候咬不动，你要继续的咬下去。上帝的话很难吞，但是你要继续吞下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然后我们能够修剪，避免我们迷路，避免我们掉入陷阱，避免我们被狼给骗了，被狮子给吞了，
因为他要引导我们、保育我们。最后的阶段，耶稣要这些羊，就是要尽责，要尽责，是对大羊、小羊，所有的羊都要尽责。而在这个阶段的羊呢，就是他们要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这时候牧羊人呢，还要能够帮羊能够传宗接代，让他们能够有成家立业，让他们能够有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是只有想到眼前，而是能够长久。除非他们是山羊，山羊需不需要牧羊人？山羊不用。你有没有看过山羊？我去那个美国国家公园，然后经过那个叫做锡安国家公园 Zion。哇，那个锡安山呢，每个都是这样峭壁，然后他开车呢，路很小条，但是突然就在视线就是在左边的山壁上，就看到那山羊，他们都走那个不是路的路。这个山羊真的很奇怪，他们走那个不是路的路，他们走在那个路山壁凸出来了一点点。如果你有，或是你有看过影片，他们真的是爬山的高手。他们有没有手？他们只有4只脚。可是他们能够攀岩，他们能够走那个山壁，而且呢还能够下去。我们的攀岩还要4只手脚并用。但是你攀岩，你可以看过人可以往上攀的，你有没有看过人往下攀的？攀岩的高手有没有？他们通常爬到上面去就怎么样？就垂降下来。攀岩没有办法往下攀的，可是呢，这些羊呢，他们可以往下走，真的实在是太厉害。可是对全体的羊来负责，就是要照顾他们，好像买了一个寿险，买了一个保险，保证他们平安。而讲到说，在这2年来，牧师成为一位牧养群羊的牧师，这个牧养的工作，是谁要来做？一起做，太棒了！在上一场礼拜，我问了好几个人，有人说牧师，然后有人说长老。然后说，那还有谁？执事、区长、小组长，通通搬出来。但是呢，就是牧羊的工作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跟你旁边说，牧羊的工作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牧羊的工作，在保守传统的观念中，我们请牧师来怎样牧养我们？那请问，牧师谁来牧养他？上帝来牧养他。上帝怎么样来牧养他呢？在这2年当中，在我要答应要来成为迦南教会，接受迦南教会的聘请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有先预想，说要回来迦南教会，很兴奋。可是呢，压力责任也很大，因为教会的人很多，事工很多，然后呢，要面对的、要处理的事情真的是很多，所以你必须要先预想设想说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办？当然就是要靠神。可是在这2年当中，很快就2年，我觉得这2年当中，上帝的恩典够用，但是让我能够每一次重新得力。我不晓得你去上班2年，你在外面工作2年会不会累？会不会想要换工作？那就要看你在这工作上面表现得如何。可是在教会的工作，他可以说几乎是全年无休。牧师也不太常休假，礼拜1的时候，也是早上一样9点就跟同工一起开会，然后每一天礼拜1开到礼拜5，礼拜6、礼拜天都有礼拜都有聚会，所以牧师几乎每个时间都在教会。所以那一天我要去互助社，然后就有人会有说牧师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互助社，说你怎么不用转账的？我说呢因为我去互助社，我可以顺便怎样出门，强迫自己出门，否则你会太习惯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去买菜，都不让牧师娘去买菜，牧师去买菜，强迫牧师要出门，走路去买菜，走路去买菜。但是在这个2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让我真正重新得力的是什么呢？真正让我能够把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事情能够放下，然后再重新得力的，就是靠这个灵修，靠这个灵修。每一天，当我把上帝的话读完，然后呢，把金句写完，然后把今天的感受写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一天呢，虽然可能只有15分钟，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天呢，就重新得力，就让我有了力气，好，能够再去面对大大小小的事情。当然，在这当中，你也会一忙，好，忙过头，好，所以我很担心自己忙过头。所以有一次呢，好，我就一次就写了3个礼拜，我把接下来3个礼拜的金句全部都写完了，然后就代表之后怎样，我3个礼拜可以不用再写金句了。结果发现，这3个礼拜呢的生活就怎样？反而比较不规律，你就比较多的状况。最好的方式呢，还是你可以每一天的把这样时间分别出来，能够每一天的去读上帝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经验，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的灵修笔记还在不在？还有没有在用它？不管你写了多少，你不要像彼得被耶稣问你还有在写灵修笔记吗？然后你还有在写灵修笔记吗？耶稣也这样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虽然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爱耶稣，因为他否认耶稣，出卖3次的不认耶稣。但是耶稣有没有对彼得灰心？耶稣每次都告诉彼得，如果你做不到，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你喂养我的小羊，你从照顾小朋友开始，你从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写完1整年的灵修笔记，那你可不可以先从写完1个礼拜开始，或是1个月开始？下礼拜5月30号马上要进入6月，你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努力？我要把6月的灵修笔记，我们6月要读列王记上下，或是你给自己一个挑战，6月到7月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读列王记。我可以把列王记好好的灵修笔记把它做完。当你有了初阶，就可以进入到中阶，有了中阶，你就可以进入到中级，跟上帝的关系重新得力。这是牧师的秘诀，也是跟大家分享。你能够用每天的灵修重新得力，跟你旁边人说，用每天的灵修重新得力。每一天很多的事情要忙，每一天有很多的新闻要看，每一天你要赶着出门，有的要来教会，有的要去上班，但是你要调整你的时间，把你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如果你觉得你早上时间不够，你可以晚上的时间，或是你可以让自己更早一点睡，就可以更早一点起来。今天第一场礼拜，我发现大家8点40分都坐在礼拜堂，我们是50分开始礼拜，8点40分就坐满，就坐得快要满。为什么？因为5点多天就很亮了，大家就起床了。我也是早上被太阳给亮醒的，所以我6点半起床之后，我一边听今天的李梅的分享，然后呢就一边开始忙今天的事情，然后发现现在还早，我还可以怎么样？去菜市场，所以我又骑摩托车跑去菜市场，去买了菜回来家里。那去菜市场发现，这么多的人，早上都可以运用他们的时间。你每一天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运用，你能够从上帝的话重新得力，这是一个终极的牧养。而在这5个礼拜当中，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让我们能够说方言、做异梦、看异象、医病、赶鬼，行这些神迹和奇事。圣灵的充满，其实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几件事情要充满我们。首先，来复习，圣灵带领我们能够专注敬拜。马可福音12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像老鹰一样，可以看到1公里远的视力，可以看到更远。你需要一个专注 focus， 你不要被其他的事情世上的事情给吸引走了。所以怎么样每一天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就是你定好一个专注，你一定要完成，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2个礼拜我们分享圣灵扩张，我们去接纳，去侍奉。我们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说要爱人如己。法利赛人说，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祭司、利未人都不是他的邻舍，只有那个怜悯他的才是他的邻舍。所以我们把12章的31节来读。第2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所以这2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爱神。
第二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好，就是要去侍奉，要去接纳。而第3个礼拜，我们看到圣灵催促我们要行动，但是我们行动不是贸然行动，是要在城里等候。所以我们讲了3个关键字，就是要停，好，停就是要停留在上帝的同在，看就是要观看耶稣的榜样，听就是要听从圣灵的引导。当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计划好，开完会决定好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合一的行动。我们不是只有做梦，我们不是只有幻想梦想，哦，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然后想了一堆，最后行动都没有任何的行动。行动是从停、看、听而来。第4个礼拜母亲节，我们分享圣灵催促、督促我们要长大成熟，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装备，在3件事上装备，在信、望、爱。好，所以要在永远的信、永远的望、永远的爱成长。好，那天我们分享到碧莲姐的见证啊，今天碧莲姐好，她来参加第1场礼拜，好，有2个姐妹去把她载出来教会啊，载出来好，然后来参加第1场的礼拜。好，她非常的开心，好，因为真的没有人带她，她没有办法出门，好，但是她也能够来敬拜神，也能够来敬拜上帝。我们的生命好，要成为属灵的父母，不再是小孩子，好，要丢弃小孩子的事情。今天最后一讲，圣灵托付我们要尽责来牧养。耶稣也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不管我们怎么样回答，耶稣给我们的期许，你可以从简单的牧养开始，但是不要不去牧养。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在做牧养？你在教会当中有在做牧养的，请你举手。好，有在，好，谢谢。哎，这么小组长就是在做牧养，不是吗？好，区长不是就在做牧养吗？好，再问是你在教会当中有在做牧养的，请举手。好，谢谢。好，请放下。希望更多的人举手。好，不是只有小组长在牧养，你可不可以去关心新朋友？你可不可以去关心小朋友？你可不可以去关心这些新来的、还没有受洗的、还没有坚信礼的呢？耶稣说，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当你从简单的开始，就可以从初阶到中阶。当你进入到中阶，你就会领受到终极的牧养，就是上帝自己来牧养你。上帝自己的话可以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和路上的光。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牧养是牧师的工作，是长老工作，执事的工作。错，牧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好，跟你旁边说，牧养是每个基督徒的工作。所以耶稣呼召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虽然彼得3次说：“主啊，我只能够用兄弟的爱来爱你，我只能够用朋友的爱来爱你。”可是耶稣已经知道答案，答案就是当你开始真的去牧养的时候，牧养到中阶、初阶到中阶到终极的时候，你对耶稣的爱就已经不是那个 philia 的爱。你对耶稣的付出就已经不是那个朋友兄弟之间的付出，你已经是一个神的爱，神圣的爱在付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就是要开始牧养，要去关心。好，所以顺带一提，我们的今年的夏令营，好，我们要预计招收100位的小朋友，去年收了80位哦。好，那但是呢，目前好周报有登好29位，好，那到昨天是31位左右，好31位左右，所以我们还有一段的差距。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邀请，好，来我们家中或是我们邻居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国小1年级到国中1年级的小朋友，可以请他们把握机会，到这个礼拜5月30号。礼拜6，好，5月30号，好，是早鸟的优待，好，早鸟的优待只要1200元哦，好，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初阶的牧养开始，而且一些牧养他们的小朋友、青少年，他们也在一个暑假的营会当中都长大了。好，过去他们在家中的时候呢，好，都是需要爸爸妈妈照顾，可是在夏令营当中，他们会去照顾别人，他们会去关心别人，所以当他们每次营会结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都会感觉哇，我们家的孩子长大了，好，他会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啊。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牧养。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牧师的辛苦？我们要怎么知道长老的辛苦？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做牧养。我们要怎么知道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我们一起来做牧养。所以这5个礼拜，专注也就是我们的敬拜，接纳是我们的侍奉，行动是我们的外展，成熟是我们的装备，尽责就是我们的牧养。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从去年开始教会的5个部门，所有的长老执事都分配在这5个部门当中，说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在做教会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在专注的事上，在敬拜的事上专注，在侍奉的工作上面能够学习接纳。当我们愿意接纳，这就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在外展的事工上面能够有行动，这就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在装备的服事上能够使人成熟，生命长大成熟，这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还要在牧养的工作上面能够忠心尽责，从初阶到终极的牧养，这每一个都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工作。期待在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是圣灵再一次要挑战充满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圣灵求，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圣灵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圣灵啊，让我能够在教会的每一个事工上面，5大目标、5大功能、5大部门上面都能够全心全意的摆上。或许有的是在总务，或许有的是在财务，或许有的是在不同的服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要让我们能够学像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婴孩，不再是喝奶。你要开始把圣经当作神的话来读，你要开始知道每一天把时间分别出来给耶稣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能够把神的话写下来、抄下来或是记下来，这是你生命当中一个礼物，是一个祝福。不要错过，不要路过，也不要错失这样的祝福。这本圣经相信是圣灵保惠师用很大的力气感动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这本圣经。而我们要把这本圣经也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因为牧师也不晓得我还可以在迦南教会服侍多久，虽然我期待可以做到退休，但是我不晓得上帝有没有让我做到退休。但是我期待当这个责任在我身上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帮助，是有圣灵的同在。我也期待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牧养。迦南教会有700多个，大的朋友小朋友会员就有750个。你觉得牧师一个人，或是加上14个长老、26个执事、41个人，能够牧养700多个人吗？能够知道700多个人他们的需要吗？过去这个礼拜，牧师主持第24次的告别式，24次来2年有24次。不过这个告别式不是会友，但是他知道他想要用教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去帮他来主持。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迷失的羊等待我们，需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做牧养，需要更多弟兄姐妹来投入。而你要做牧养，你一定要接受装备；你要做牧养，你一定要去上 A1， 你一定要去上 A2， 你一定要上完 A3， 你才能够把这个牧养做得漂亮，做到位。你要接受装备，你要有外展的行动，你要能够去接纳人，你要能够专注的爱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五旬节纪念五旬节的今天，我们不仅是纪念初代的教会，我们也求你纪念今天的教会。在今天的教会，也不是只有迦南教会一间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是桃园市的教会，是世界各地的教会，都要怎样的复兴，都要怎么样子的能够接受主你圣灵的浇灌。主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有想着自己的事情，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众人的事情。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学习彼此相爱，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迦南教会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弟兄和姐妹，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各样的服事当中，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与你来立约，在受职典礼的时刻，请你把这份牧养的职分托付给每一个你的儿女，把牧养的工作交代给每一个爱你的门徒。当你的门徒愿意爱你，他们就要牧养你的小羊，喂养你的小羊，要来牧养你的群羊，要来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你的群羊。主啊，这是一份神圣的呼召，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求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接受这份呼召，踏上这一条旅程，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像彼得一样回应你的爱。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我们的主。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桌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时候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做孩子，不再喝奶，而是能够长大成熟，是能够吃干粮。哈利路亚。我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我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求你来释放我，让我用生命敬拜你，荣
见你的名被高举，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成为你的器皿。我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再次来思想，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哪一只羊是耶稣要你去喂养的？有哪一只小羊是你可以喂养？有哪一些的羊群是你可以去喂养他们？还有主耶稣也要用他的话来喂养你。你今天读经了吗？你今天读了路德记第4章了吗？你看见路德的信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对她的婆婆拿俄米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愿意去做。”你愿意接受上帝的牧养，上帝的话来供应你吗？在今天礼拜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请你跟我来做这样的祷告。当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欢迎圣灵充满我，我欢迎圣灵充满我，让我能够在敬拜上专注，让我们在敬拜上专注，在服事上学习接纳，在服事上学习接纳，在外展有精准的行动，在外展有精准的行动，在装备中长大成熟，在装备中长大成熟，在牧养上要能够忠心尽责。在牧养上能够忠心尽责。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每一个羊群，充满每一个羊群，都能够领受圣灵的托付。都能够领受圣灵的托付。今天是一场受职典礼，今天是一场受职典礼，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我要回应神的呼召，我要回应神的呼召，我要与牧师长老一同牧养，我要与牧师长老一同牧养，与圣灵一起同工，与圣灵一起同工，一起建立教会，一起建立教会，成为桃园的祝福，成为桃园的祝福，成为台湾的祝福。成为台湾的祝福。愿上帝使用我，愿上帝使用我，愿圣灵充满我。愿圣灵充满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牧养，圣灵的充满，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小羊来开始，就是给他一张夏令营的报名表，邀请他把握机会，甚至1200块你就怎样帮他缴了，帮他出了，你就可以来得到一只主的小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忠心喂养主的羊，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你是配的，
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全体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体归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们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那请弟兄姐妹彼此请安。那麻烦帮忙收一下桌子，橘色的不要收，好，那个灰色的帮忙。